喺好耐以前，有一位公主，佢叫做白雪，而佢嘅後母就係皇后。皇后好中意日日喺處照鏡嘅，佢除咗照下睇下自己嘅樣幾靚之外，其實佢最緊要嘅就係問魔鏡一個好重要嘅問題：魔鏡魔鏡，究竟呢個世界上邊個最靚？係你啊，皇后。魔鏡魔鏡，究竟呢個世界上邊邊個最靚？係你啊，皇后。魔鏡魔鏡，究竟呢個世界上邊邊個最靚？係你啊，皇后。魔鏡魔鏡，究竟喺呢個世界上邊邊個最醜樣？故事講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好奇怪呢？故事明明講明白雪公主係呢個世界上面最靚嘅人，所以先至俾佢嘅後母迫害佢啊嘛。但係如果我哋將所有嘅童話故事反轉呢？白雪公主唔係最靚嘅人，灰姑娘趕住離開舞會嘅時候，佢根本冇留低隻玻璃鞋。仲有賣火柴嘅小女孩。如果所有故事都唔同咗，反轉晒，你哋覺得個故事發展落去係點嘅呢？咁多位小學老師，如果你都想俾同學仔嘗試一下玩轉經典童話，創作全新篇章嘅話呢，咁就要參加由中英劇團主辦嘅玩創童話戲劇實踐計劃啦。今年嘅主題就係三打白骨精，如果悟空沒了金剛箍。大家都知道孫悟空嘅頭上係有個金剛箍㗎，只要孫悟空一唔聽話，佢師傅唐三藏就可以念咒語令金剛箍箍實佢個頭，佢就會痛不欲生，冇得唔聽師傅話啦。有一次，唐三藏見到悟空用金剛棒去打傷咗一個女人同埋小妹妹啊，唐三藏就即刻念咒語去懲罰悟空，但係無論悟空點痛都好，佢都冇退縮。唔單止咁，佢仲去攻擊一個老婆婆添啊！點解今次佢咁執迷不悟嘅呢？原來係天大嘅誤會啊！悟空消滅嘅根本就唔係普通人，而係由白骨精化身出嚟嘅假象，目的係要嚟傷害唐三藏㗎。但係唐三藏就睇唔出佢哋係妖精喎。而今次唐三藏唔單止念咒語咁簡單，仲將孫悟空趕返花果山，將佢逐出師門啊！既然係咁，孫悟空就要求師傅幫佢解除金剛箍，咁樣佢就可以正式同師傅一刀兩斷啦。但點知唐三藏話金剛箍係除唔甩㗎，係會跟足悟空一生一世㗎。但係你有冇諗過，如果金剛箍真係可以除低，咁會發生咩事？如果悟空之後同師傅冰釋前嫌，你覺得佢仲使唔使戴翻金剛箍呢？如果你係唐三藏嘅話，你會點做呢？只要大家報名參加玩創童話戲劇實踐計劃，同學就可以試下一齊創作、一齊想像啦。喺30小時嘅工作坊裏面，我哋唔單止會訓練同學嘅基本演技，仲會運用過程戲劇 process drama 嘅方法，帶住學員經歷一次故事旅程，等佢哋可以感受角色嘅喜怒哀樂，然後再集體創作全新嘅戲劇片段。最後經過連串嘅彩排之後，就可以將同學嘅學習成果透過10至12分鐘嘅展演喺學校舞台呈現，同一眾師生一齊分享。呢個計劃係適合小4至到小6嘅同學參與嘅。如果你想你嘅同學經歷一次又好玩又有挑戰性嘅集體創作之旅嘅話咧，千祈唔可以錯過啦！